易云高 第30多节羌佛，中国话剧匠超越自然美的运雕创始人。关于第30多节羌佛佛号的说明。2008年4月3日，由全球佛教出版社和世界法音出版社出版的多节羌佛第3世纪实一书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举行了庄严隆重的首发仪式。美国国会图书馆并正式收藏此书，自此人们才知道，原来一直广受大家尊敬的易云高大师、仰鄂易希诺布大法王，被世界佛教各大教派的领袖或摄政王、大活佛行文认证，就是宇宙始祖报身佛多节羌佛的第3世降世，佛号为第3世多节羌佛。从此，人们就以南无第3世多节羌佛来称呼了。这就犹如释迦牟尼佛未成佛前，其名号为悉达多太子，但自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就改称南无释迦牟尼佛了。所以，我们现在称南无第3世多节羌佛，尤其是2012年12月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第614号决议正式以 His Holiness 来冠名第3世多节羌佛 GHH 第3世多节羌佛。从此，南无第3世多节羌佛的称谓已定性，而且第3世多节羌佛也是政府法定的名字。以前的易云高和大师、总持大法王的尊称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个新闻是在南无第3世多节羌佛佛号未公布之前刊登的，那时人们还不了解佛陀的真正身份，所以为了尊重历史的真实，我们在新闻中仍然保留为法定第3世多节羌佛称号前所用的名字。但大家要清楚，除 HH 第3世多节羌佛的名字是合法的以外，在未法定之前的名字已经不存在了。易云高 第3世多节羌佛，中国话剧匠超越自然美的运雕创始人。易云高艺术家荣获英国推崇皇家艺术学院颁授证章与证书，艺院创立以200余年首位获荣衔的杰出艺术家。英国皇家艺术学院10日在华盛顿英国驻美国大使馆，为世界著名的艺术大家、中国话剧匠、超越自然美的运雕的创始人易云高大师 第3世多节羌佛颁授一项崇高的 Fellowship 头衔，授以证章与证书，并推崇他对世界艺术上的卓越贡献。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早在1768年由英国国王乔治3世创建，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英国最古老的学院，以训练下一代未来艺术家的摇篮著称于世，是世界知名的艺府学府。皇家艺术学院的主席菲利普金 Philip King 在颁证致辞中宣布，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有著悠久的历史，能够荣幸地为伟大的艺术家和精神领袖易云高第3世多节羌佛大师授称 Fellowship， 是该院非常重要和光荣的事情，也是该院成立200年来首次 Fellowship。他指出，过去易云高大师第3世多节羌佛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建院以来一直期待而尚未获得这项荣衔杰出艺术人物，今天他终于获得了这项殊荣，这是皇家艺术学院极为荣幸的事。该院拥有院士100人，一直没有人担任过 Fellow。易云高大师第3世多节羌佛为第1位 Fellow。英国驻美国大使馆文化参事安迪·马凯出席颁证仪式，
由英国驻美国大使馆大卫·曼宁爵士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主席菲利普·金和院长布兰登·奈伦的陪同，会见易云高大师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和夫人王玉花教授，对易云高大师 H.H. 第三世多杰羌佛获得的成就表达了最高敬意与祝贺之意。